们向他献上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感谢。因为在过去的那个礼拜，我们是依靠你的，无论有大风大浪，主都带我们走过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接着我们会害怕一切的困境，因为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诗歌。我开口来向他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？
快将你们的心带上在你面前，寻时时刻安静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领受你的话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